10月25號就係張雨晨40歲生日，一眾歌迷為佢舉行盛大生日會慶生。狄波拉、陳淑芬、陳松伶、周吉佩都有現身。壽星仔雨晨更為生日相近嘅拉姑準備生日蛋糕，令拉姑非常驚喜啊！點解呢？因為拉姑過生日，身體健康，日日都咁開心。Happy birthday！難得同大家歡聚，雨晨用歌聲答謝歌迷嘅愛。雨晨唱得興起時，仲同大家近距離互動，令現場嗨爆。蟲蟲更即興上台熱舞兼向壽星獻吻添。事前係冇諗到有咁樣嘅，冇諗到㗎，冇諗到㗎。但係咧，蟲蟲姐姐咧，佢係一個好熱情嘅人啦，同埋佢係一個好點講咧好，我覺得表演咧變成係一種生命之一，係啦，即係生命入邊嘅其中之一，所以變成咧一聽到音樂啊，全部啊，其實就好自然地會想跳舞咁樣。為令偶像有個難忘嘅生日，雨晨嘅歌迷編排舞台劇表演，又送上心意卡。今年應援大屏，呢一切都令到雨晨感到窩心啊！喊住嚟睇嘅，因為我覺得成個即係除咗睇得到佢哋係真係好用心之外，其實係真係發自內心地 feel 到佢哋真係好錫我，係啦。同埋我覺得成個舞台劇呢，成個劇呢係令我睇到好多原來我做咗，但係對佢哋嚟講係有咁即係有咁大嘅影響嘅。作為中星家族人氣王之一嘅雨晨，接 job 接到冇停手，所以佢嘅生日願望都離不開同工作有關啊！最希望嘅就係可以出更多唔同嘅歌咯，可以寫更多歌咯，因為我真係太中意唱歌啦，所以希望好快脆可以出到一張專輯啊，係啦，好希望可以喺唔同嘅城市，尤其是比如翻去我家鄉馬來西亞，我好希望可以翻去開 show 啊咁咯。但係其實最好嘅生日禮物會唔會就係一張香港身份證？梗係啦，我覺得呢一樣嘢就咁咧，我就已經申請到啦，係啦，咁可以希望咧可以繼續喺度住滿7年，係啦，攞張永久嘅。